都估咗30幾年，其實都好攰。但係你可以做到呢行好叻啊，好 proud of you 啊咁，因為人係冇完美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atthew 何廣沛。今日我喺維聽 Widex 分享我嘅聽力故事。如果冇助聽器嘅輔助下咧，可能好多時正常嘅對話可能會有1至2成甚至3成嘅對話，可能係我聽得唔係好清楚，我要估，我估錯噶嘛，有機會。咁可能導演可能叫我行左，但係我又估咗行右。睇劇本嘅時候，除咗去背熟自己嘅劇本，可能連對手嘅對白都背晒。咁可能要花多1倍甚至2倍嘅時間去準備功課。20年前，咁我有佩戴過一個助聽器，唔係咁舒服，因為就係純粹所有嘅聲音都變大聲到，令我唔舒服嘅聲音都放大咗。咁好快我就身體又有啲排斥，呢度痛嗰度痛，好無奈地最後放棄咗。呢幾日戴咗助聽器之後呢，對世界嘅好奇心又好似多翻啲。維聽就係根據翻你邊個位聽得唔係咁好，去調翻大聲啲，或者邊個位聽得好啲，可以調翻低啲，就係咁喺度 tune 啲好細微嘅位置，令到我而家呢一刻係戴得好舒服。同埋而家呢一個助聽器咧係非常之輕便，個體積係可能仲細過我個手指尾嘅呢一截，咁所以其實掛上去嘅時候對耳仔嘅負荷咧係好細。人係冇完美嘅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缺陷。你今日可能係耳仔有缺陷，但其實可能其他人都有其他人嘅缺陷。只要你唔尷尬，尷尬就會永遠都係人哋。其實戴助聽器就係一個選擇嚟嘅，因為你選擇咗俾科技去幫助你，佢令到你去融入呢個世界，唔需要去介懷人哋點樣睇你，係幫緊你，擁抱呢件事咯。